后来，这歌市长甲留学生座谈的这个场合嘛，讲绝对袂甲债务留互子孙仔，佮大胆来预测，讲除了苗栗县政府破产之外，后一个破产的应该是彰化县，啊，讲高雄嘛差不多咯。彰化县红点名是后一个破产的县区，彰化县政府的财政处长陈彦辉来表示，绝对袂来行苗栗县的后路。台北市长柯文哲出访美国纽约，甲留学生2点钟的座谈会，表达家己的态度，嘛大胆预言，除了苗栗县政府破产以外，下一个应该是彰化。财政状况都不一样啦。那我不知道柯市长为什么会来这样子说我们彰化。那彰化县虽然财政不是那么好，每年也有差短，不过我们会努力让我们的财政永续经营。彰化县政府财政处长陈彦辉提出县府6年来经济分析，2007年的当债有167.8亿，底债有100.3亿，总共是268.1亿，经济金额未少，但是嘛强调无达到经济上限，还没有到达那个财政部的上限。上限是多大几%？ 50%。被郭市长点名是下一个破产县，财政处长陈彦辉讲，6都的资源本来就比其他县市较多，县府的开源节流尽全力，袂互彰化破产。